各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今一开始，咱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搁唔停火，欧美继续出手制裁。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甲能源，英国嘛要对咧做。欧盟是公布讲要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挖口，2030年要全面禁用。 这是莫斯科一个壳牌加油站，壳牌已经停止对俄罗斯买石油，佮表示双方别国来往。事实上，做这个决定的前几天，才因为买一樽俄罗斯原油，可能有2000万美金的利润，互人批评。迄时阵表示2礼拜进前，安尼交易真平常，这利润会关出人道救援。 七八，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石油禁令，国际油价冲悬，冲击欧股的气势，收在平盘。It's targeting the main artery of Russia's economy. We're banning all imports of Russian oil and gas and energy. The decision today is not without cost here at home. Since Putin began his military buildup on Ukrainian borders, just since then, the price of the gas at the pump in America went up 75 cents. 英国也表示，今年年底之前会慢慢淘汰俄罗斯石油甲相关产品。俄国石油占英国需求8%。英国表示会甲其他供应商合作。欧盟是要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降低2/3，搁伫2030年进前完全无变用。欧盟目前有4成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供应。Fit for 55, once implemented, will reduce the EU's total gas consumption by 30% by 2030. 伫欧美这措施进前，俄罗斯要警告，若禁止石油进口，对全球经济有灾难性的效果，佮威胁切断通向德国主要天然气管道。投资人是真烦恼，荷布伦特原油测试每桶139块美金，是近14年来新高。俄罗斯的经济有大部分是来自能源，伊是世界第3大石油生产国。欧美相关制裁提悬莫斯科当局经济孤立。公司新闻恩惠宁报道。即阵国际油价已经创下14冬来新高，嘛带动物价起的压力，加上国际上的原物料嘛受战事的影响，继续咧起价。咱台湾2月份的 CPI 年增率也是通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已经到2.36%，甚至可拉这款凉水10年无起过价啊，即马4月份嘛要起价。 大喙甲灌落去，冰凉汽水饮料，尤其是可乐，是袂少人挤喙大的好物件。即摆传出要起价，而且起超过2成。原本29块就已经蛮贵了，因为我从25块喝到29块，现在又变35块，会觉得有点太贵了。 泰国可口可乐，敢若讲除了可乐以外，包括无糖的可乐、雪碧、芬达，也甲美丽果丁，拢会调关售价。目前确定的是，敢若塑胶敢若装600毫升零售价为29起到35，起价幅度超过2成。另外，总公司公关也讲，以开罐的包装原来会当这调关。报纸说有要跳涨，目前还没有接到总公司的通知，还是维持卖27块。食物类的介绍也一直起。 点心蛋嘛小幅度调整，大当乌冷蛋的头家讲，10年前就要起2块，这届因为进货成本压力实在伤大，嘛敢若加小可起1块。跳嘛嘛起价，我嘛起价，当面讲起价，你无起1块，哪有法度啦？也有这间社福团体经营面包店，也讲最近米粉的原物料介绍起甲惊人，决定3月70开始起。 我们吐司类会涨10块钱，甜面包或咸面包这种话会大概涨5块钱。主计总处公布，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来到2.36%，也是突破通货膨胀警戒线。另外，行政院所关心的17项民生物资，鸡卵 CPI 年增率将近3成，沙拉油 CPI 也超过1成，面包5.16%，17项民生物资 CPI 来到3.17%。这个月鸡蛋涨29.1%，是近35个月。 也就是108年2月以来最高。所以，性通货膨胀压力大，严国内出口表现好。2月份出口金额374.5亿美金，年增率35%，连20行。今年1月至2月累计出口金额已经超过774亿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成长25%。但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影响，财政部乐观的表示，半导体业积极投资扩充产能，今年第一季可望延续2位数成长。不过后续的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也未收煞，美国股市直透盘，嘛影响咱台北股市。昨昏台北股市收盘是落353点，跌落17000点的关卡，收伫16825点。若上新的消息是，今日早起开盘是开红盘，有徛起哩17000点。
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要烧未退，双方到达停战的协议也无重大进展，加上油价大起，大家拢真烦恼通货膨胀的问题。美股主要指数初次收盘拢大落，嘛连带影响台股持续走弱。以17000点开出了后，指数虽大落超过250点，了后有较点一个，不过10点半了后是愈落愈济，午盘捌落超过400点，上加有到16764.78点。中场是到353.44点，收伫16825.25点，万七也是走无调。战事拖长、恶化情况之下，第一个油价就大涨。你知道，一般预估如果油价到130之上，美国的 CPI 可能到10% 之上。如果原物料大涨，那公司的生产成本也增加，可能很多企业的获利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你看到股价一路往下跌，是最主要是这个因素造成的。台股早盘持续由电金宽达股领落，其中台积电的股价嘛走低，有甲新台票561块，创下5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场收伫563块，落2.26%。除了台股表现无好以外，台北外汇市场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是以28.362块收盘，大落1.12角。战争之后，大家在做一些避险的动作，在金价也好，那在美元的走势上面也好，都是呈现相对强势的状况。那在美元相对强势的情况之下，台币的走势就会相对弱势。外汇分析师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因为防疫的成绩袂歹，加上出口表现好等等的优势，新台票今年是大起，起的幅度是5.6%。到去年气势也是真稳定，有人讲是亚洲上强的货币。不过，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始了后，台票最近有较弱，而且美金正做战争避险的货币，按算台票的汇率计价会渐渐无遐尔强啊。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日开学好天，也毋过透早受冷空气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有较低，日时就会豆豆回温。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好天，敢若东半部云会较济。透早气象局局针对苗栗以北，也有花东、云林高的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县西，敢若7度半。日时温度就会回升，全台湾的高温会有2度至15度，东部会搁较烧热。明仔载嘛是济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早暗的温差会较大。东半部有阵雨，西半部熬大雾，提醒乡亲拢爱细致。来关心台中市的乡中街火烧厝，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检方侦办了后，甲放火嫌犯还有厝头家拢受押禁见。真侪住户伫昨昏是登去火场摕物件、款物件，因是即马惊讨无赔偿，真无奈。这场火灾嘛烧出旧大楼的管理问题。台中市政府就表示讲，目前立管的复合大楼有43栋，其中有3间较害较食力，总共唔改善，会一直发到改善为止。中心登到新中街的火场住户来收会当用的个人物品，知影大火关键技术正为放火，未少住户无奈只好搬走，也烦恼唔知要向什么人要求赔偿。继续住在这里吗？不会了。所以有考虑搬其他地方？对，正在找房子。啊，你们之间的纠纷牵扯到我们这栋来，你一个放我，害我家无家可归，那这笔我到底要找谁要？台中市新中街的主体大楼初日发生大火，警方以杀人、甲公共危险等罪嫌，将涉嫌放火的姓地查某人、甲姓庄的厝头家移送地检署复审。检方复审了后认为，地庄2个人有多蒙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署检察官调查后，认为相关的事证认为本件被告涉嫌杀人及纵火罪嫌重大，我会跟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家大火也烧出老旧大楼管理问题。根据台中市府都发局统计，去年10月起到今年1月，有43栋复合式大楼因为建筑甲消防安检无合格，封列管，目前也有8栋改善中。5座大楼是因为它的改善的经费跟工程比较多，所以它有申请展期。那有3家的部分没有改善的这种意愿，我们已经做裁罚。都发局表示，建筑管理部分已经改善35个，3个已经依规处分，5个核准点烟改善期限。消防管理部分已经改善35个，8个核准点烟改善期限。另外，这摆大火是囤积的回收物造成火势，环保局也只会当对公共区域影响公共卫生的部分进行清除。市长罗秀燕也表示，将推动修法。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修法？
或者是全国一致的法啊，也许请立法院来审视。罗秀贤表示，目前的废惩罚对于私人空间无强制规范，所以对于私人主体的囤积行为已经歹执法。并且中央修法必要时阵也会订立自治条例，提供法官依据。记者综合报道。那进前高雄城中城大楼造成严重的死伤，这栋大楼即马已经拆掉，这个所在要起公园，也毋过卡厝的噪音营业是互附近的民众是真困扰。市政府即马是要求时间单位爱改善，另外高雄市政府即马嘛要要求8楼至15楼的大楼爱列入公安的申报，那头一届申报会当提供16000块的补助金。来到立馆的家属社稽查消防人员检视导省设备，都因为台中新中街旧饭店改装的出租套房环境，造成6死6伤。高市府初期调集干部消防观光等局处开会，将全市135间非法旅社甲818间家属社列为清查重点，其中80间6楼以上的20年高风险家属社是消防局清查主力。高风险场所，规划在3月底前。就全面检查完成，处以罚款，那或是说甚至是说，如果他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连续处罚，甚至是说会停止他使用那个部分。高雄市商局表示，违规款道唔改善，会当连续罚出头家每摆6000至3万，也罚代金30万，甚至会同相关单位断水断电等处分，希望避免大楼火警而造成人员伤亡。去年城中社大火了后，大楼被拆掉起公园，不过公平声音为时间以来都一直传出。虽然市府伫拆除进前，要提供附近住户每户100块礼券加感谢礼盒，不过逐礼拜爱听6港的噪耳声，互民众挡袂掉，时间的土粉也影响店家做生意。因为它那个沙子有时候会跑过来这边。橘子300块啊，一个礼券100块，有用吗？高务局针对土粉罚厂商6000，环保局是以空有罚各罚厂商，才罚至少10万。城中社大火造成46死，也互市府将全市4层栋8楼到15楼大楼纳入公安申报范围。原则上没申报的，我们就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来开罚，那最高会罚到30万。市府到4月底进前提供头一摆申报的大楼相关1.6万补助，希望借此鼓励社区申报。到初期为止，已经有7480栋申请。大楼管理单位表示，有补助当然有帮助，不过健全管理的大楼本来就会定期规划公安申报，不过市府立管增加强制性是有相同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今日报出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避免检举无人看袂顺眼就检举，立法院伫去年底有通过修正，讲认定什么物件、什么项目会当检举，即马是定出46项的检举项目。昨昏交通部是表示，因为这牵涉主法嘛爱对咧修正，即马拢已经好势啊。新制度按算4月30、4月底会起过。来关心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真侪下国嘅恋情，因为也是男女朋友也无结婚，唔是家属，所以互限制入境有受限制。也根据统计，去年下国嘅婚姻登记率是减5成，那去年减2成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规定是死的，准讲是要来台湾结婚，有来申请，政府会用人道的方式来处理。来关心联合报，根据台北市政府地政局的统计，买卖厝上大证据是厝漏水无公明，啊个暗藏重要的资讯，也是中人会伤超过。这拢是较主要，这拢是主要纠纷甲证据。为着避免民众开大钱买厝，搁买甲起心落命，这拄着不良也是无良的中人。台北市政府即马按算要建立买卖厝争议热点地图，整合台北市所有真正发生过纠纷的原因，要互民众了解，要买厝真正会当先做功课。啊，那这个地图按算这个月底会推出。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台北市北投分局的石牌派出所4楼的所长，涉嫌伫去年巡逻的时，人无到位，却签讲有去巡逻，佮领电贴趁15000。伊是坦白讲有这件代志，毋过伊解释讲伊是临时登去派出所处理代志，也是互移送法办。而刘元于本案调查期间，亦主动呈报本分局，坦承执行相关勤务未落实，愿配合调查并接受惩处，一并缴回既领之相关勤务津贴，并本分局已呈报警察局，将刘元调整为非主管职。
另外，咱来关心头一批军方14天新制度的军事教育，调集训练，昨昏头摆是实施5公里行军的训练，3天会行22公里，那不是不止硬斗。另外，国防部是有证实讲，台积电是运用和国防部协定是国防工业的机关，所以台积电会替员工向军方申請慢車調集訓練。光是史上上嘅14天嘅新制教調，設備第一擺是實施戰術行軍，人員以輕裝提稱為桃園路德山區出發，沿路經過櫻花林，受疫情影響專程愛花吹暗，對體能來講是一大考驗。強度方面當然是會讓你覺得疲憊，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如果說讓你覺得很輕鬆的話，代表說這個訓練其實根本就不紮實。提前警戒清查武器狀況，行2.5公里到強流，確保四周圍安全了後，才能小可休困。10分鐘了後，佫開始行登去營地。不會累啊？還行。3天嘅行軍總長度至少22公里，來提升部隊機動能力。國防部強調，以安全為優先，佫安排救護車隊嚟行。我們也會安排在行軍的過程當中有各種狀況的處置。所以我們先把這個體能適應方面，先讓我們的訓員都能夠體會。第一批教條報道率是98%，根據編輯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現任國防工業的專門技術員工等6種人，經過審查核定了後，應換掉。國防部指出，台積電是國防部核定國防工業機構，員工已經做兵，而且有後備軍人的身份。在公司滿1年才調件了後，由台積電向軍方申請換掉。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應該向親總會關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在全世界確定病例是超過4億5千萬例，死亡人數超過600萬人。咱來看上新的統計。咱台灣昨昏有新增加53例，目前咱台灣計共20922例。中國嘅病例無包括香港是11萬例，日本超過549萬例，韓國是超過486萬例。目前在全世界嘅病例數上濟國家前3名是美國、印度及巴西。美國是超過8000萬例，印度超過4200萬例，巴西超過2900萬例。歐洲嘅國家在英國超過1900萬例，在法國是超過2300萬例。來關心香港嘅疫情持續滾加，疫情是真正熱。昨昏香港新增加28000多例，總病例已經超過52萬例。即馬是有風聲講，全香港唔若要強制全民愛體檢，3月底嘛有可能要限制市民的行動。之後，敢若要開放一個人會當出去買物件。因為四處都是中了的人嘛，大家都是四處跑嘛，好像是沒辦法去迴避，沒辦法避免去中這個 COVID， 只是早還是遲的問題。原來表示，這會當甲病毒共存。香港第5波疫情大爆發，初步增加28475例確診，累計確診達到52萬。香港嘅張先生接受公司時訊訪問，表達對疫情繼續嘅看法。伊2月初做檢測確診，也毋過港府一直到10天了後才通知變動嘅防疫措施，可以唔知要哪遵守。其實是完全沒有人去處理我們的，直到10天他才給那個結果給我們，先說你是中了，可是我醫生10天之前呢，我已經康復了，我已經好了。目前張先生提出工作，盡量避免出門，生活也無受到影響。也毋過港府有過3月要做全民強制檢測，預期可能在3月26實施。張先生表示，不少人煩惱到時陣，大家關注敢是會增加感染的風險。有很多的朋友也告訴我，他很害怕，就是平常的生活是沒有事，可是當我去到那個強制的檢測的時候了，多人在一起會不會很危險？香港媒體報道，港府推全民檢測期間，傳出會實施有限度禁足，只容許一個家庭有一個人會當外出買需要的物件。當地北京出席兩會的政協委員高永文，佢表示已經向政協機關提案，建議喺香港落實全民禁足，即係當地第一時間阻止疫情。有效嘅保護措施，咁啲病毒就冇辦法去傳俾第二個人。
监视全面建筑无得到证实，港府强调，全面检测期间也未全面暂停公共运输，也毋过运力会下降。到时阵全面检测，有希望找出未少污数。港大上新的掠算，到初7，全香港已经有184万人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最爱关心南韩，南韩伫今仔日要举行总统大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选战最后一天，拢是登去首尔举行选情之夜，继续催票。南韩总统大选到最后的坎站，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透早就开始拜票行程。On March 9th, the fate of Jeju an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will be decided. We need to go toward a unified and happy future, not back to the past. 李在明礼拜一先到南部的济州岛拍国家安定牌，再来前往第二大城釜山，承诺要让当地经济赶紧复苏。If I become the president, I will make sure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the economy is restored by the end of this summer. 李在明伫釜山造势时阵，共党主席宋英杰伫首尔互人用推攻击，引起南韩社会意外。不过李在明无停止行程，电话慰问了后，前往中清北道。宋英杰是表示无要紧，已经出院，而且继续助选。李在明伫南部邮票的同时，主要对手国民力量的尹锡悦伫北部抢攻中央选民的选票。伊甲顶礼拜退选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铁秀做伙出现伫造势场合，共同呼吁选民和政府轮替。He keeps talking about the economy. He's trying to use that image of savior of the economy to hide so much corruption surrounding him. The economy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saves. How can we call it a mistake when it failed 28 times? They are trying to prevent people from buying a home due to an argument that property owners tend to lean conservative. 两位主要候选人七暗时拢登去到一级政区首尔举办最后的造势活动。李在明伫选情之夜结束了后，也会继续访问丰台。尹锡悦是会前往建国大学江南这个所在。两个人拢拍算半暝前最后几点钟会当争取少年人的支持，希望有少年选民的支持，互因会当当选。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事，双方已经进行3届谈判，除了人道走廊以外，其他拢无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伊未离开国家，嘛讲双方的谈判未停，会继续谈。两国外交部长按算初10会搁进行一届会谈，希望会当牵成元首的高峰会，互两边的头人见面，结束这场战争。Вечерний Киев. Наш офис. 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挥表演专长，伊手机家己翕伫基辅总统办公室内，随后录电视演说影片。一方面强调绝对无脱离基辅，一方面继续批评俄军阻断人道走廊，破坏脱离战区民众的进程。面对北约各国官方无愿意派兵进入乌克兰协助对抗俄罗斯，有未少有军事经验的欧美军人自愿专工去乌克兰作战。And basically, we're here because of the war crimes that are being committed. Obviously, the president asked if he can help, and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it, and then I started to read the war crimes, and that's when it gets sickening. 当然，俄罗斯未讲唔知影，已经有大批外国人入境加入乌克兰军方阵营。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Дания, Латвия, Польша и Хорватия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 разрешили своим гражданам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легиона планирует направить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краинцев для помощи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о заявлению Зеленского, на Украину ожидается прибытие около 16 тысяч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к уже имеющимся, чтобы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ые военные провалы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иловиков. 除了战场相战，双方的外交协调也无停。俄乌两国外交部长预定初10先会谈。乌克兰方面指出，泽连斯基无放弃甲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面对面的机会，也毋过俄国对此还未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战事拍卖2礼拜，波兰一困头一时就增加上100万的乌克兰的难民。即马这些难民敢若靠政府是无法度无够的，真济国际上的民间团体拢有去斗相共。因为波兰的天气无稳定，常常落雪，所以提供食是衫裤。这个时阵穿会少、食会饱，就是对难民上大的帮助。
现场看到一车一车载过来物资，袂少是新买日用品。波兰民众的爱心真涌涌，不过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也持续。克拉科夫议定后壁也阁有几落百人至上千的难民会入来，所以这位物资站会继续一礼拜7天持续运作。Gotowe jedzenie, które można od razu podgrzać, czyli w takich słoikach zwłaszcza szukamy. Mydło wpłynie na pewno, dezodorant i przede wszystkim woda, która stoi tam na przykład na paletach, to zbieramy. 食品、药物、药珠啊，这日常用品、清洗的衫需求量上大。目前伫全波兰各60个城市，礼拜六拢会举办收集物资。伫首都华沙、克拉科夫这个主要的城市，平常时啊，嘛会当找到10外个收发地点。踅一日弯就会当领到物资。袂少乌克兰难民当地拣物件，其中为边境城市利沃夫内的奥克珊娜，带后生甲2个查某孙行行公共渡难。战争前开车入去波兰，领顺利，较免2点钟就会到。这届因为战争，煞足足开4天才到。4 доби добирались. Да,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е черга. Пробки. С детьми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Боже, шоколадок не їли, 100 років шоколадки не їли. Ну, поляки очень добрые люди, помогают всем.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на улице не будешь жить, что-то надо кушать. 看这乌克兰难民到处集款国家白俄罗斯的伊丽娜特别有同款的感受，已经不是头一届来，并表示会阁采买物资来捐。Знаете, уже больше недели идет война. Я приехала из Беларуси год и 3 месяца назад, тоже бежала от режима, который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в стране. 为着方便难民领物资甲民众的捐赠，甲官方合作，伫波兰全境会当使用公车卖票的 App， 而且用正醒目的方式提醒民众会当找找上近的物资站。民间共同努力来引领这些难民。不过 NGO 创办人表示，敢若靠志工已经无法度了，伊质疑阁希望政府会当有进一步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东非的伊索比亚内战已经战16个月，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就表示，伊索比亚的空军发动空袭，造成北部300多人死亡。虽然伊索比亚政府是无承认讲因攻击百姓，严格讲来，真嘛情形是乱糟糟。反政府的武装组织嘛，指控讲欺负百姓、欺负民众，超大案件就通报300多件。厝顶轰炸掉，两条东岛西歪后悔厝因为空袭变成废墟。继续16个月伊索比亚内战，造成上北部提格雷州人民要几十顿。罹难者的遗体只当暂时用毯仔盖着，进行简单的宗教仪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当地已经有304人死亡，373人受伤。Multiple airstrikes apparently carried out by the Ethiopian Air Force, ETAF, in Tigray resulted in civilian death and casualti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ivilian property. 伊国内战2020年11月爆发，中央政府对战提格雷州的人民解放电线，当地砖头风屠杀，救援物资真歹进入，面临饥荒。也毋过人民解放电线是转向侵害更较南边的阿姆哈拉州人民。Our office received reports of 306 rape incidents by Tigrayan forces in the Amara regions between the 1st of November and the 5th December 2021. Most of the reported survivors were women, a small number were men. No heinous atrocity will go unpunished in our country.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初次伫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虽然伊国政府再次否认攻击平民，反政府组织对性侵人民的指控无愿意回应。也毋过幸存者见证两方面的战报，也互理事会直接指出，内战后伊国人权受到严重侵害。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乌克兰还有乔治亚、摩尔多瓦这3个正所在的共和国，拢赶紧向欧盟提出集会申请。欧盟即摆嘛已经开始咧审核甲讨论。另外，世界银行冒出手斗3天，批准7.23亿个美金，大约是新台币207亿个贷款，拨钱去协助乌克兰维持国家的运作。
来关心南韩的军方今日早起发现一只北韩的铁船驶过界，后壁是对一台北韩的巡逻舰在捉这只铁船。巡逻舰和南韩的警方警告开枪了后，就离开啊。北韩的铁船即马是和南韩扣起来。顶一摆，北韩的巡逻舰入侵南韩的海峡，是发生在2016年。来关心变种病毒 Omicron 拖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小组昨昏是表示，支持各国拢爱自加强预防射，就是自第3档预防射。那这项声明是甲之前的态度完全无同。来关心疫情，咱国内疫情昨昏国内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例是甲高雄自助餐的店员传出来去旅游团有关系。目前这站群聚案已经有17例。嘛，因为咱国内即卖疫情还未稳定，疫情指挥中心是鼓励民众爱赶紧注意防射，而且嘛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开放第26期的预约。疾管署的官方网站即卖嘛有推出预防射的地图，互民众会当去查看讲哪位会当注射。国内新冠疫苗注射持续伫进行，指挥中心宣布，初9开始开放26期的疫苗预约。为了让大家较方便做，佮建立 COVID-19 防治一网通疫苗地图，无论第1期到第3期疫苗，拢会当伫这个系统查询。我们有做了2个不同的页面，一个是查这个1、2剂或查这个追加剂，这个部分就是让他有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就可以依照他的需求去做哦。国内7月佫新增加8例新冠本土个案，其中高雄自助餐团开的旅游团案疫情佫扩大，有4例伫台南，案21-031至20-034，是昨日确诊的案20-974，航空接驳巴士港车人员。有病患还有陪病的人，那基本上都是因为人跟人的密切接触哈。那座位上的接触，那密闭空间的接触，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传染。高雄的2例案21-037、21-056是翁仔某，因为案21-037捌去这节工作的美发店甲头毛被感染，佮为何做伙大的红晒，而且是互人考虑隔离了后阴转阳。另外还有2例是案21-035、案21-036，因是案20-089做伙大的亲人，伫居家隔离满前采验确诊。那在隔离当中并没有出现症状，到期满的时候才检验阳性哦，所以这一部分是并没有导致这个社区当中进一步需要被匡列隔离的人哦。因为国内最近出现游览车旅游团感染的事件，经过疫调发现案20-913捌甲新北设计师案相关确诊个案有接触，不过迄个时阵无考虑，互外界质疑疫调作业有疏失。确实，每个人在生病的期间是有可能会回想不出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透过手机、足迹等等警政协寻这边去找到可能遗失掉、没有记起来的一些细节。罗义军表示，疫调人员经过2年疫情考验，已经磨练出相关的技巧，而且病人破病期间可能无法度回想确实的代志，要讲啥有问题，这无必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基丁进前有标出本土疫情，即马已经稳定啊。即马基丁嘛，大大出现观光客啊。高雄市政府是望恢复进行的速度会当较紧嘞，昨昏宣布进行方案，会一直到8月底休抓。坐船去基丁大饭店，拢会当摕到基丁券。若户口伫基丁的乡亲，嘛有300块的基丁券通领。另外，桃园是甲旅行社合作，即马要拼桃园的观光。游客坐渡轮到基丁佚佗，各几天只要坐渡轮就会当领基丁券。真无简单，挺过高雄港疫情，基丁店家为2礼拜连假到达，生意慢慢转到过去5、6成。为了加速重振当地经济，市府抛出基丁振兴方案，包括对涉及基丁的居民普发300块基丁券。不仅仅是感谢旗津居民，也邀请旗津居民一同来加入我们振兴旗津的行列。包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旗津的黑沙玩艺节，还有今年为旗津设计的美食啤酒节。观光局逐礼拜拢有活动规划，将一直延续到歇落8月底，要吸引游客。经发局也宣布3月12日到4月初5，游客坐渡轮也是合作旅行社游览车到基丁省，都会当领100块基丁券。那伫当地多数阁增加200，相关接到消息，欢喜放炮啊庆祝，望人潮甲情调赶紧转来。搭配我们原本协会在4月中就有要办的吃通海活动，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地方自己的努力，
然后将市府对我们的挹注，这样可以把活动做到最大。多100块来这里花，小朋友喜欢坐船 ，OK 啊。不过受疫情影响的唔那基镇，今年总游客数哇3000万的汤圆，受报道事件甲十级警戒影响，去年游客数下降8%。即马疫情缓和，汤圆也甲旅行社合作来进行旅游。我们会用大概将近2000万左右的这个振兴预算，那我想会带来很大的人潮。汤市府伫疫情了后推出4大振兴计划，除了龙景特色旅游，也佫包括上珠地汤圆、2022汤圆金牌好游，变数1+1等，佫较恢复汤圆购物节活动，希望趁疫情稳定，吸引观光人潮转来，也抢攻最后一波5倍券甲国旅券，提振汤圆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主管伫永早平均5个大人就一个是为着死刑关检。3天前，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伫主管是设体检甲治疗门诊，要治疗的病人。治疗360个人死关的死刑关检的病人，目前治疗成功率有99%。伊抽的检查着啊，讲我时间你干啦，治疗个这差不多讲，甲是1点。70岁的先生一当前才知影家己得肝癌，家在才4公分大，开刀治疗，即马人已经健康。伊就是主肝人，当地着C型肝炎的人至少有2成。伊会当提早检查治疗，是因为个伊团队甲体检甲治疗站搬来渔村的活动中心。逐户的一个筛检，那第二个我们提供在地的治疗，所以民众呢，他只要呢大概骑摩托车。2分钟就可以达到筛检站，2分钟就可以达到治疗站。这3天来，高医针对2个高风险的里，拢总体检5731人，治疗360个心肝病人，包括6个肝炎患者，治疗成功率有99%。因为目前台湾有上新的治心肝的药啊。另外，高医嘛发现，真侪心肝病人甲带原者完全无病症，甚至肝的指数拢正常。有 C 型肝炎的病人，有一半他肝功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传统上先做肝功能 GOT、GPT 不正常，以后再做 VC 肝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所有有风险的这个民众，都应该要接受终身1次的 V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检查。国健署嘛有提供45岁以上的民众免费的鼻肝、心肝的检查，心肝病患若较早治疗，就当避免肝硬化、肝癌。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根据国健署调查，有94%妈妈拢想要饲母乳，也毋过有的妈妈因为爱上班，也是困眠较歹，压力较大，所以奶水就会无够。国健署这几天有推出母囝亲善医疗院所，协助生囝的妈妈会当顺利饲母乳。妈妈生囝了后，零头的神经会传信息，互大脑的脑下垂，刺激灵素生产，对血流去灵房，才个出灵水出来。根据国健署109年关市母乳养饲计划，有94%的妈妈拢想要亲身饲。毋过，袂少妈妈伫咧产后，因为困眠歹、压力大、灵水少，饲乳的意愿嘛降低。通常在临床上真正遇到一些奶水不足，其实很少，而是妈妈通常是自觉奶水不足，所以她因为这样而失败。参加支持团体还是找对医护人员去帮忙你，这才会成功。喂母奶虽然说刚开始会真的蛮辛苦的，可是因为其实看她吃的过程中，就是都会觉得满足感跟安全感都会比较大，她真的很少感冒。有早产的妈妈透过亲善病院服务成功饲乳，医师嘛表示，母乳唔那对红婴仔的脑部气化发育真重要，妈妈得癌的比率也降低。婴儿方面的话，因为有母乳的里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活细胞啦、免疫细胞，减少他们的生病，乳癌的罹患率啦，还有卵巢罹患率都可以降低哦。过去大概整个问福率大概是占了37%，母婴亲善的医疗院所那个涵盖率。过去来讲，我们已经在22个县市都有，那么已经达到我们3%的baby 都已经在这个亲善医院里面来了。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疗院所的认证制度，对101年的38间到110年已经增加到163间，涵盖全国出世人数的73.4%。国健署表示，这阵亲善医疗院所继续在增加，希望提供妈妈更加完善的照护。
记者阿敏清曾派文台北报道。咱台湾农村人口流失甲真吃力，也毋过屏东嘉东的农会的就工家政班伫前一阵仔，因为摕到全国10大特色家政班的肯定，因是利用农村陪伴计划结合数位科技，互老大人会当对老大人食甲老学甲老。社区的家政班即马拢对着时代脚步，已经毋那是主料理尔哦。即马也要结合老人共餐社会服务，也要增加所谓知识课程，互老人囡仔拢会当享受到家政班的服务。把我所学的来甲阮遮的长辈也好，社区的乡民村民大家共享这个成就。重点就是阮拢有在服务遮的老人。搁甲阮的妇女团队参与这个电脑学习中心，然后结合了整个我们的嘉东乡农会所举办的一些一个绿色照顾站的一寡长辈。对英国到即马，因所摕到的环保技术奖项有几落个，因也甲学到的物件贡献给社区。不论是现代3C产品的使用、防止诈骗、环保安全、注重身体健康，拢有伫社区内面宣导。因为一个正大的心愿，就是要甲社区变较有在地特色。不是只是煮菜或是缝东西啊，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多元、更接近这个社会的趋势。我觉得如果可以融入到数位的话，反而可以更强化它的特色。这寡家政班的成员毋但用心付出，希望甲社区的成员当作是厝内面的人伫咧照顾，希望互家政班的功能发挥更较侪温暖的价值，互幸福加倍。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国外，昨昏3月7日国际妇女节，就算即马全世界拢在话讲男女爱平等，话真久啊，也毋过也是有真侪国家女性无平等。伫妇女节即天，行上街头抗议，亲像伫玻利维亚，就有妇女团体替性暴力的受害者要讨回公道。啊，那伫意大利是咧争取女性的工作权。甲无体壳好，开始爬上天门。3月7日国际妇女节即一天，玻利维亚女权团体组织替性暴力的受害者讨司法正义。玻利维亚是南美洲内底女性因为性暴力和杀害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2021年就发生百外件性侵杀害女性的案件，更有超过46000件甲性暴力有关的案件，甲37000多件家庭暴力。并且佫使用550公尺长的假规批准，美当局无注重女性遭到性暴力，造成每一天拢有10名女性死亡，诉求女权的平等正义。意大利是有去年10月成立的外商企业，请的员工拢是女性，除了解决乳癌事业问题，嘛争取女性外送员的工作权益。Noi siamo nate per promuovere l'occupazione femminile in un settore, come le ho detto, in crescita. Siamo un staff di riders donne, tutte assunte, tutte tutelate e che ci spostiamo anche con i mezzi elettrici. 第一代里只有5%的外送员是女性，这间公司除了只聘请女性员工，和外送员工的薪水不是一件一件算钱，是用定期合约，而且有正常的休假才福利来聘用。预估未来会开分公司到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另外，伫美国有固定乐团、小提琴家、作曲家诉求反性别、反种族歧视。根据美国交响乐团联名的数据，有达到86.8%的交响乐表演者拢是白人，RGA 只占9.1%。另外，负责重要职位的女性比例嘛增加，和女性音乐家积极争取古典音乐内底的女性地位。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事影响全世界，就伫印度洋的斯里兰卡嘛大受影响，因为斯里兰卡是俄罗斯重要地销出外销的市场，而且两国拢是观光客嘛是这个所在重要的收入来源。即马互资本强要破产的斯里兰卡，即阵的状况是愈来愈吃力。严重的经济危机，互斯里兰卡是强要被喘气。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占 GDP 1成的观光业受到真大的冲击，有20万人全无头路。全国2200万的人口内底，有50万人伫咧边境线以下，有较善车的连电火水道都无法度立，囡仔无法度读册，就要去做山工，通货膨胀达到25%的新悬，真侪人是摇机失顿。This is all I have to cook for 5 people for the next meal. It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to surviv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目前国家爱派350亿美金的债务，1月份外汇存底敢若剩23亿美金，今年爱用的债务煞有40亿美金遐尔济。
理论上是已经破产，就算是安尼，外汇也是无够用，因为燃料进口的量无够。2月底全国捌2届大停电，规个城市是暗烁烁，加油站外口排队清菜排甲落落长，民众不满的心情是愈举愈悬。 错误的政策，互目前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库的支出压悬，税收减少，外资嘛为新兴市场退出。政府煞决定伫这个时机，要来实现100%有机农业转型。去年4月份，向禁止进口化学肥料甲农药，无提供相关的辅导，农民无法度种植，收成是规个土土，地属粮食欠缺，继续大起。第二个错误的政策是债务的陷阱。斯里兰卡对中国政府甲企业大量融资，做“一带一路”未少基础的建设，其中南部的汉班托塔深水港甲机场，营运是了真侪钱，敢若会当甲港口租予中国198年。中国摕到印度洋重要战略的据点，目前持有1/4斯里兰卡的外债，成做上大的债主。国际疫情因为疫苗普及有较长好，经济嘛有复苏，斯里兰卡嘛重新开放边境。今年以来，旅游甲低米外销已经有赚2亿6千万美金的外汇。想袂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爆发战争，严重损断这条经济线。然后罗西亚嘛是斯里兰卡低米主要的买主之一。即嘛战争的负担甲国际制裁，互罗西亚暂时无法度处理买低米的代志。这个商机全乌有去，斯里兰卡是间接受到损害，地区债务违约的危机是更加激烈。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全世界上届大只的民用医疗船全球主线号已经完工起好啊，按算3月19要出发，要驶去非洲国家塞内加尔。这台医疗船顶头有放上届进步的医疗设备，要替山车所在的人防治疗，要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大型邮轮顶头挂着世界各国的旗啊，慢慢驶入荷兰鹿特港港口。码头边有真侪人想要来看这台全世界上大台的民用医疗船主线号。邮轮内面的手术室有上进步的仪器，会当做高难度的手术，还有亲像眼科、齿科的诊所，每一种科拢有，会当到世界各地提供服务需要民众上进步的医疗服务。Has a capacity for about 200 inpatients. We have 6 operating rooms. We have a full functioning lab and radiology department and pharmacy. Everything that's required to do the care that we do on board is contained on this vessel. 规台船重3.7万吨，会当坐950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641位职工，比较豪华邮轮规格所做的这台海上便宜。连病床的设计也真特别。And these beds have been specially designed. You can see the bed below is for the caregiver of the patient, and then the patient will go up on the top there. And these wards are fully equipped with all the latest medical technology to provide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care for our patients. 国际主线组织全球主线开2亿美金，用10年的时间，总算完成这台医疗船。主要目的要提供免费的医疗，也够到社区做卫生加传染病的防治工作。We target areas of the world where there is not access to free, to affordable, to timely and safe surgery. So we particularly go to areas where that's very difficult, and our patients sometimes have waited years or decades to get the surgical care that they need. 全世界100个大型城市内面，9城拢有港口。而且有真侪人是住伫咧外海边啊，所以医疗船的高机动性会当帮助真侪人，甚至到离岛。We see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people from Africa who are helping fellow Africans. So basically, we are a global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auty of Mercy Ships as well. A global community helping for the people in Africa who really need this surgical help. 伫非洲有93%的民众生活伫咧医疗资源无够的环境。医生甲病人的比例是2比1班，所以主线号的航线会锁定非洲，按算3月19自鹿特丹出发，先到南非，上尾也到塞内加尔，伫即嘛会开放予一般民众去船顶参观。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
不过有饲青蚵仔的养殖业者，即嘛是饲出爱心型的蚵仔，因为伊的型真特别，伫情人节的时是大受欢迎。若伫以色列中部有一个种草鱼的业者，这个人伊是种出289公克大粒的草鱼，拍破世界纪录。 放伫电子秤顶悬有289公克遮尔重，长18公分到4公分，规看起来有34公分遮尔大，看起来就亲像一块几啊粒草鱼做成的线形煎饼，互人是真眼目。 תותים גדלו והגיעו לגודל גדול, אז מאוד התלהבנו שיש לנו תותים גדולים ושיווקנו אותם וצילמנו ושלחנו לחברים. 阿瑞尔表示，这种体型真大的草鱼品种叫做宜安，采收期是伫冬天，重量伫60公克左右。气温的关系对伊成长有真大影响，低温会互伊成长变慢。过程中，高肉就愈来愈大。2021年年初的冬天是真寒，拄好符合这个条件。 用心改良品种，提悬品质，是打败竞争对手、占第一的方法。伫南法勒卡特地区的蚵仔养殖业者季诺也同款，伊伫地中海海岸养殖场生产的新型蚵仔，伫全球根本是无任何对手。Et uniquement sur des tables de restaurants étoilés. C'est une particularité rare et qui suscite un bel engouement, qui suscite de l'attrait. 每年情人节进前，季诺会送到合作餐厅交予米其林总铺师料理。伫红色的甜菜根酱汁之下，热情的红心蚵仔上桌，大家看到拢真爱食。Très esthétique, c'est féminin. J'adore, c'est élégant, c'est raffiné, ça donne envie. 季诺将新型蚵仔的培育方式列为上悬的商业机密。这20年来，这商品敢若用独特的造型，伫特殊的节日，不止强占媒体版面，业者也是下叫。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天气报你知，即马愈来愈有春天的感觉啊！因为对今日开始，拢会变做好天，敢若东半部分会较济，日时温度会豆豆回升，全台湾的高温有22度至25度，若南部会搁较热。明仔载嘛，同款是出日头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早暗的温差会较大，爱脱衫。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0度，上悬22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